今日係9月初9重陽節，咁可能好多老人家、好多長輩啊，都會去行山、登高啊，或者行公園咁啦。咁其實喺我哋嘅超華中心咧，都經常有一啲老人家嘅患者會同我講，佢話：醫生，唔係我唔想去行啊，而係隻腳硬係覺得好沉重咁，成日有啲腫腫地，所以行唔遠啊，都行唔喐。咁其實呢種情況好有可能係一啲靜脈曲張嘅問題咯，因為靜脈曲張佢唔單純淨係話嗰啲血管突出嚟咁簡單咯，因為佢主要就係因為啲血液啊往下邊倒流反流咁嘅情況，積喺隻小腿嗰度，所以就令到嗰啲靜脈入邊嗰啲壓力會上升啦。咁慢慢咧佢就會令到啲血管擴張扭曲啦，時間耐咗可能會出現啲皮膚變黑啊，甚至乎皮炎啊、潰瘍啊咁嘅情況。所以好多人都以為啊隻腳咧腫啊或者好攰啊，可能係老咗嘅一個現象啦。咁其實唔一定係嘅，因為年齡可能係一個風險嘅因素咯，但係實際上成日長時間咁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唔喐啦，缺乏運動啦，或者肥胖啦，甚至乎遺傳等等呢啲咁嘅因素都有可能會令到我哋嗰個靜脈嘅嗰個瓣膜功能出現咗退化，造成嗰個血液嘅反流。咁如果話長時間唔理佢咧，啲皮膚就會慢慢出現一啲病變㗎啦，好多時就變硬啦、變黑啦，而且隻腳可能會慢慢就越嚟越腫，甚至乎有啲人會晚上會抽筋啦、皮膚痕癢啊，甚至乎有啲人會出血爆血管啦咁嘅情況。所以咧喺重陽節呢個日子入邊咧，我都想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成日覺得隻腳啊腫啊痛啊咁樣，唔好一味咁去忍住佢啊，一定要去 check 睇下咩原因，係血管嘅問題，定係話一啲關節肌肉嘅問題，早啲去檢查嗰個血流嘅情況咧。好似話一啲輕微嘅靜脈曲張咧，一般就唔需要話治療嘅，可以改善一啲生活習慣，或者着下彈力襪，堅持鍛鍊啊，都可以改善一部分嘅。咁如果係比較嚴重嘅一啲靜脈曲張嘅情況，咁有可能需要接受一啲微創治療啦。